達明棟篤笑鬧爆財政預算案。究竟一條腸仔同個火腿跌喺個鑊度，點解佢哋唔傾偈？因為佢哋未熟啊嘛。究竟凌峰最驚乜嘢生果啊？係金，因為金凌峰啊嘛。張達明棟篤笑前晚醫館開 show， 諸葛紫棋、李燦森同埋女友，而肥谷就孖住葉璇齊齊捧場。在座咁多位有份嗌曾俊華回水嘅拍手先，50蚊一包煙，我今晚食埋個黑水，係咪啊？頂我鬼啊！50蚊一包煙啊！而家曾俊華，我懷疑曾俊華喺屋企咧係咩咧？係賣戒煙糖嘅。記得，俾機會你啦，打住呢度，大啲喎，一嘢出嚟，1、2、3，喵！成晚咁多環節，邊 part 最精彩？咁啊見仁見智啦。不過金桔檸檬呢個 gag 都應該係最爛㗎啦。